大夫，我爸他怎么了？你爸爸现在出现心衰肺衰，我建议你马上给他转院，毕竟咱这是疗养院，设备有限。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？你爸爸老年痴呆症的病情发展的太快了，现在引起各脏器的衰竭，必须马上转院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跟我来吧，咱们去办公室。好。再拨 ，Sorry, mobile repair is problem. Please try later. 妈，今天没出去啊？啊，我就在家里批批文件。怎么，你要出去啊？我想去看看孟妮。孟妮都已经表明态度了，你这样做还有意义吗？她这2天一直关机，我有点担心。儿子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个有理智的孩子，怎么遇到感情的事情就犯糊涂了呢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。人家都关机了，你再找上门去，这不就变成一种纠缠了吗？妈，好了，志恒，听妈的没错。
哎，啊，哎好，大刘啊，你们家乡的空气确实跟北京不一样啊！我这一下飞机，感觉呼吸都很顺畅。是啊，我们家这边啊属于海洋性气候，跟北京不太一样啊。同学，你混混表现嘛。哎，可可，你跟小刘是4年同学，关系看起来也不错，怎么从前从来没有推荐过人家呀？我跟他吧，我跟他就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相忘于江湖，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。是孩子。嗯。待会儿你一定要跟清我。媒体的消息真够快的，一定是冲咱们大腕来的。这不还有您的吗？副导来了！哎，何导来了！哎，何导来了！您好，何导，您是第一次来海州拍戏吗？哦，海州原来也来过，不过是10多年以前，你们还都是孩子呢。啊，您的几位主演范长涛老师、宋小兰老师，还有吴大明老师，他们都在海州跟全程吗？可能不会，不过他们会在你们海州完成最主要的创作。哎，你们都是本地媒体吗？嗯，是的，何导，我们都是海州电视台的记者。海州电视台的，哎，你们可以采访一下我们组的新人啊，他可是你们地地道道的海州人。小刘啊，刘一鸣。哎，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刘一鸣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海州的？这个小刘在海州什么时候离开海州的？挺有人气啊。还行。老何，要不咱先回屋吧。谢幕之夜之后，你们所有当事人集体表示沉默，能不能谈谈你们到底是谁横刀夺爱？回答一下吧。诸位媒体朋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哎，刘一鸣，你知道张之恒已经出院了吗？听说你曾经去医院看过他，你们之间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？还有，你和张之恒之间到底谁是第三者？你说你这个同学刘一鸣还真是个风云人物啊！哎，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我吧，也才刚刚知道，就在机场的时候他才跟我说的。可他跟我签约的时候可是一个字儿都没提。他那会儿禁锢着激动了，哪还知道别的呀？就你能给你的同学打马虎眼？真的，您还不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，反正我知道啊，你是最善于巧妙过滤信息的。还行。老何，你看吧，我是你亲闺女，我能帮着别人吗？那不管你帮谁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不多怨您？本来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让他到了海州之后低调低调再低调，看到媒体啊一定躲得远远的，不许乱说话，不许乱动。结果可好，您一到这儿就给他来个隆重推出，